群众阿一爸，刘毅，你今日专业，我忝的啊，吼，你今仔做嘛啦？我人就生气，你做嘛啦？哎。 我哋人就小鸡啦，啊，其迄元旦过小鸡教授，啊，其迄可能个来草人啦。我让家己面谈太家庭。诶，没假音啦，迄种的孤羊，吼，迄种的孤羊啊。操！要真贵哦。 大家好。哎，好。家己唔系嘛啥？宗翰经常提到你，相簿里也一直有你的照片。家己我从细看我睇嘅啊。 谈讲起高山前最未看到嘅人，係你。心梦你陪他走过最痛苦的这一天。我也很遗憾。对呀，他走得痛快，留给我们的。 只有遗憾。夜市嘅风，听作有嘅。 唔肯相我再見面嘅人，一個定嘅地方，等到今日來到後，係叫。群眾阿一爸，也係。我去 sell 捱啦。sell。行到了尾，你无会忝无，做得了了一下无，爱你头前，还有青豆嘅路，一行有你做伴，爱唔会惊。 强松。
大家一直守着这个秘密，也一直在弥补。我的钥匙围绕着我，要问我他们的名字。我的钥匙围绕着我，要问我他们的名字。我的钥匙围绕着我，要问我他们的名字。你和钟汉有共同的气质，黑吗？高总，高总，复查联络好诶，请赶紧就会送到户籍单位。小李，是问我，阿文，咩是问天数呢？你讲因为请陈颖叫我聊天数吗？好啊，唔是啦，用的喏。无啊。你元旦嗰時啊，真係 feel 到嘅嚇。两面冇法度嘅事情啊。對啊，伊係兩講久啊，行幾日來撥懵啦，上下元旦吼，所以冇飛天喎。安尼爸還係唔死心哦。cái cổ mỏ theo ho, cái với đâu giải sướng ho, biang lô miang yếu hen à. 其實還係會有交通差來做學生嘅學生啊。不過雲淡過少，就係用唔見體，呢種雲淡村有乜嘅東西咩唔見體嚟強用？元旦唔見體咧。想要叫唔進來咧。AT 拜啲見面嘅時間，還記得嗎？肯定會記得。
你讲咯。大梦伊，大梦伊。我还希望老爸爸讲，唔是会做东西啦。好啊。小丽，小丽，我先交俾。哎，生意的哎，用的冇啦。我用的啦。歹势哦。走音了。但係我希望佢研究講看唔識。爱弟，爱全注弟的。上摆我咩人讲过，我对云淡和民俗最有想法，我想去请阿飞参详一下。好啊。不过阿芬，无你爱你奶。系哦，阿飞会难哦。阿飞，转。骗人个。一下台湾哦，唔係嗰度是最大。爱弟，兩台灣哦，係民主的國家，人民最大。錯。尊重係媒體呀、你看啦，一下大間嘅電視台都有爭論嘅節目咩？像我呀，節目開始有討論，就會有話題，既有話題，政府嘅官員哦，就聽出愛想辦法去解決。聽到無？後生人嘅頭腦啊，較精練，比你老人家較精。佢講嘅啊，一時都唔會差。老兄弟啊，你去教育局澄清啊，你唔會反人你啦。你說嘛該嘛，什麼東西嘛，是吧？你爸，你飛教嘅議題哦，佢哋唔會有興趣啦。Of course， 你啊，媒體就一樣啊，乜嘅叫咬人哦，唔咩死活啦，人咬叫就咩死活啦。叫一隻沙飛亂上啊！比如講啊，乜嘅調教佬自然嘅亂咩啦，韓國嘅有錢人啊，拖起到世界嘛，你沙飛上我吃過爸爸的兒子比把事情啊！走，走，走。兒子比吧。他把想起來哦，兩人口啊，天天咧按引流式提起啊，愛看咧元旦村做漫畫的踢球當行哦，小式提。有吃總比沒吃好啦。講樣嚟講，你太人哦，我一本死人咧，吃到你有去大病，有去爭氣。我同意阿伯的講法。來，走走，可以走。不過，我還係知道，比較本你帶落嘅教訓係乜嘅，就係太人我去想嘅。
汉白个路的行起来哦，无紧紧的去看见唔见体咩？你干嘛都是个头唔顺啊？唔知飞家有问题出来冇？啊？完全都出啲枪的啊！带父母的有好每个人啊，唔拖唔养唔讲生意的，冇生意好搞啊，搞乜嘢啊？好搞他们飞得意啊！哎呀你，阿伯，唔真系唔相信，唔做得再多幸福呀？啊？村长，阿姨爸，不管汉白个路很用的，会发生乜嘅事情，但永远都会记得你哋讲过嘅话。喝下啤酒，云淡嘅甜，哈，来，挨近一点。我唔听讲乜东西啊！我是啲，你家大毛嘅是唔讲咯，比我條大啲馬是唔講行啊胡行啊快。男朋友，不管很，也係扯人，愛落說你是想結婚，不敢問你來結婚，全部都留下來冇走，對吧？讲老实话，来到云淡之前，根本就唔识小你，来讲法了。该小李身上老还有人啊！哎呀，不管了，不管满意了满意了，浪子了，全部都没走，留下来，一个都不能走，啊！吵，有啥哦，留下来啦，还远得哦。了唔了？見係㗎，見後生誒，見元旦，係成早會見。嚟好嘛？喂，先生，我你看到走做乜嚟咯？哦，那冇都冇你啊！你咪硬打打嚟。唔該唔可以查啦。我睇嚟未講喎，元旦真叫我變命。人美就唔想，老太下強用什麼都過去，怎麼攞嚟把你可以啊？你是酒啊？干嘛还是酒呢？粗细你呢？你我未有講，我係避免我。佢唔肯講。誒嗱，我少講嘅感覺唔會差。村長阿姨爸，得上講法要係用鐵鐵腿腿。奇怪哦，我睇下只有我喺邊咩？冇聽錯，小颖爸爸老告狀頭擺男女朋友。哎呦哦，唔咩人想？
讲到係美啲夠鐘，我媽唔強用啊。想唔到，佢哋有按你嘅關係啊！既然按用，我就想一隻很較厲害的，迄講也係老紳士有關。我聽說你喺高中嘅來。我真真冇熟哦。錯，真真冇熟。講嘢種法，我偏盲人啊！你冇識嘴，還有嘴，你冇識嘴，還有嘴。前面擺看到抽煙爸爸老高中見面嘅，喺你用啥什麼？吵架。過來咧。過來，你就見飯嗌，開嗌冇聽好。古時也就會管閒，佢用啥講嘛解？現在。喂，老闆，老闆，你把東西嗌啊！終於水冇嚟哦，拜拜，安安，還就有，哎呀，做乜唔本身㗎？中草。等你了下山咧，想我彈去草，你彈唔到嘅。就點先啊，都好。哎呦，哇！恐怕唔是愛去教的，你還想辦法離開雲淡，還是新嘅一切，還是愛希望有人做得為愛停留，也係帶愛走，高中嘅秘密，無啥，也就係愛嘅秘密。大夢兒。我接找你哦。到嘞。喂，喂，天南墙，俺不台湾，哪天安墙？当然是天南墙。OK，让水位朗动，来。小三，来，加油，做嘛该啦？呀，小三哦，同志你边下会变，边下会想啊？认真咩？好啦好啦，較細場條嘅啦。幫我劉丁丁哦，咁下水提議，唔好扭見到頭像。細場嘅，嚟啦嚟啦。
唔来天使来变我来听你啊！听啊伊，有样真好讲咧。起来，起来！你莫想，俺是为变水给为为障碍天无盾的当袂。搞有路灯啊，是水的。路灯哦，我还会做更多的事情呢。就算没成功，我还没二本天地咯，看俺俩公公强啦，强，哈哈哈！每本人哦，看唔起啊，爱运动啊。我可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。丁丁啊，俺家的五孙母，你出来做嘛啦？我在等阿公回来啊。听到无？伢父啊都无电转，电到迄伢孙的电转啊。好啦，你有孙的万事久啊，伢孙的皮拿来转啊，赶快睡下去哈，晚安。做嘛来啦？你天阿妹啊，可以行我生意的啦，弟弟，天阿妹，什么？我妈今天给我回 email。我看没有。回信。你讲英文啊？你妈又干嘛？我妈说，她跟我爸开学会回台北，我是要读以前的学校就读。等我，基本上没冇想过读嘅。等我，你阿妈有干嘛嘛？什么？就商业的事情啊啊！没有。等我。阿公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帮助你。对一个小学生，让云顶国小不被笑。你是傻孩子哦，读不读云顶没关系啊，你还是阿公的孙子啊啊，你还是云顶人啊。我每年暑假都回来，放不上暑假都可以回来，哦，啊？阿公，你不要难过。下山之前，我一定学会骑脚踏车。你不会骑脚踏车，为什么不早点说？阿公，我想睡觉。阿公也想睡觉了。
赶紧睡觉。你再不睡觉，你就长不高了。我们就跟阿婆睡啊，我们就跟阿婆一起睡。不要了，就跟阿婆一起睡。哇，弟弟，你会骑耶！你好厉害哦。要等我哦，小心点哦。弟弟，我们一起用力。好，1、2、3。哇，好漂亮。静文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环游世界吗？真的吗？静静，我要舍不得你啊！我的脚踏车，弟弟，弟弟。大梦伊，大梦伊。是哪个招牌洛神花茶，刘一芳嘞？听我跟马开听听的讲。我说丁丁在不知道天死了呢。哎，莎莎莎莎。喂，很哦，你喊弟弟啦，来等我。丁丁哦，丁丁你来呀啊！风妈，弟弟回来。丁丁，弄啊呢喏，啊，医生又会讲啊。医生讲伊失水，吸毒咧。弟弟，唔惊哦，阿公哦同阿婆全部落去哦，哈。有事情丢水来录音哦。就是啊，弄啊呢喏。我是这都睡几度了？唔再讲的啦，阿叔送丁丁哦，去上海医院做检查啦。唔是啊，根本哦，佮医生用来出班，去看看丁丁嘞，去讲多多歇困就没事嘞。讲来就放心的啦。马上叫丁丁来咯。港铁的人，我原本记换到乜个名，记唔肯讲。计唔歹啦，俺哋凊彩问有冇嚟到？你今天要跌到水底度诶？定然不卡福建好吧？好吧。丁丁，阿公有讲过，你河巴永远做唔去搞诶，啊？就係啊，侬唔通翻咯嚇。河巴发生乜嘅事情啊？我做唔得去喏。伊像问讲伊动头摆咧，係唔係有秘密啦？有咩？唔爱动到摆啊？係啊。唔爱老诶，唔记得咧。陈总。係就咱講，唔好去了。弟弟唔驚啊，唔驚唔驚。弟弟。
真的很谢谢你。不会啦，我想学校都要废了，我却都还没有机会可以坐在宗翰小时候的位子上。那我听了那么多你们的事情，也不算是有一个完美的结局。麦迪哦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你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嫁给宗翰。你干嘛开你脑？听我说，我跟他的爱情完全建立在我听他说，说你们之间还有夹在你们两个之间那个叫王雨婷的小女孩。今年李宗翰、王雨婷、牛曲兰是全班真本人形象的组合。村中伯还请一个唔会本人注意到超级急嘅人，安姨爸是全班真好泰山功法嘅太桥官，不过唔知係唔係太自然嘅磨練。本日的人有了愛情嘅想象，發到愛情就係無停付出，也係做唔得講嘅秘密。愛用做得有啲三雜咯，也因為佢哋來到正發現嘅秘密基地，啲水從下練習萬人嘅石頭。做得跌到較遠，萬人就係未來真有成就嘅人。不過，最想愛談戀愛嘅王雨婷，最想愛老李宗翰向下嘅王雨婷，煞因為想愛十因為石頭碰到嘅熱頭髮跌落水度。令人講嘅係嚇到心寒單純嘅聲音嘅，全部就下槍槍咧。阿姨，有看到阿婷嗎？無人敢救跌落水度嘅王雨婷。正因為佢哋驚人發現，佢哋都想去談戀愛嘅秘密。阿亨。有看到阿婷嗎？冇。阿婷啊！無人救為愛勇敢嘅王雨婷。也無人知，做嘛嘅王雨婷，一三年。真是到水床度，完全係為到愛。
我想我应该让你知道，虽然我不想承认，我很嫉妒，也很羡慕。在他死前，一定也没有告诉你，你是他这辈子第一个爱的人，也是他最爱的人。他非常舍不得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嫁。那天我见到你，就好像见到宗翰一样，你们身上真的都背负好大好大的责任。但人是软弱的啊，我们根本扛不起这世界上所有的责任，所有的事情。每天晚上，我望着云顶的天空，我就好想告诉你和宗翰，天上的月亮不是每天都圆的，只要它有亮着的一天，它就会照着大家，不管月圆，不管月缺，我们这些陪衬在旁边的小星星，还是会因为你们而闪亮着。那你地浪回了。其實我有一個秘密要講。我睇下北進去，
回去洗身体的时间。顶乖棍那个油素，下那种地方，我的忧思围绕着我。要问我他们自己的名字，今年的热天。我紧伫穿条两枝花嘅边面，一下我总算伫咧。帮妹，谢梦怡，我相信阿伯转来嘅时间，天作迄啲叫做有时嘅命嘅咧。故所其实都得安心嘅离开。事情今年秋天，好把顺开，记下来一条发。太前生妹讲，迄讲恩你总毋得面对受理，遐承认一家的受理还嘛该，就算恩你多了一个很多强兵的受理的味素，你要做得强兵的嘛该，遐你身边的人，社会下。抗议！抗议！抗议！你们大人不是口口声声说教育很重要，但是却没有钱办学校，很奇怪。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寒假，寒假你可以回去阿公家玩啊。什么咪？够唔够啊？我真係冇想我仔個周情商咧。慢慢来看待起你还没喊苦面对将来，不敢有给不应该想流费，你爱这个表讲的没有人陪，爱同该对，你这个人敢没安用，从早到走过谈爱上瘾，假使有人爱你动情，依旧不是对爱。关心一条狗都用半夜。
无语。